请问是第一摆办理征才吗？系啊，第一摆请问你有带也得文件吗？有本好。登记表上想上的前行政人员优先抢什么？头家要求违反就业服务法、然性别平等工作法，也两个法律哦，也係為本人發錢嘅。哦，錯好，這條路係細來嘅未做得做，冇應該先限制難吼。聽得來講。好，第6號咧，係講有適合嘅人選，會打電話本nhà公司嘅求職窗口安排面試。好，按住這。可能情景劇，也下安利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可以填定音哦。第一擺，首次，徵才，徵才。文件，文件，行政人員，行政人員，搶，僱用，違反，違反，停電，馬上，登錄，登錄。接下來，我來學第位接常用到嘅句型。請問係第一擺辦理徵才麼？請問係第一擺辦理徵才麼？請問是首次辦理徵才嗎？在句子中的無、麼，在南四縣腔也常常會說成美。他們會說：請問係第一擺辦理徵才沒？可以多多注意哦。請問係，請問是第一擺，首次，辦理，辦理，徵才，徵才，麼嗎？請問係第一擺辦理徵才麼？請問係第一擺辦理徵才麼？請問是首次辦理徵才嗎？請問你有帶亞的文件麼？請問你有帶亞的文件麼？請問您有帶這些文件嗎？在這裡我稍微說一下，在華語說您有帶什麼嗎？在客語呢，我們通常使用的是有無句，也就是您有帶這些文件嗎？您有沒有帶這些文件？有沒有？有冇？所以在客語呢，會用有無的句型。有帶亞的文件冇？請問，請問，您有帶亞的這些文件冇嗎？請問有帶亞的文件冇？請問有帶亞的文件冇？請問您有帶這些文件嗎？